所以咱今仔日的蜡烛点第二支，表示第二礼拜吼。咱今日真欢喜，伫这个抬杠节时阵，咱举行圣餐来纪念上帝的祝福甲救恩。特别咱真欢喜，咱第一场甲第二场拢总有35位的兄弟细囝，要来受洗礼，归入上帝的圣名。这是真欢喜感恩的事。咱做伙先甲隔壁请安讲吼，咱做伙欢喜主耶稣的降生，咱甲隔壁请安一下哈，感谢主。现在要庆祝一个婴仔降生咧吼，一个囡仔降生，这世间出世的囡仔吼，安尼无限量的呢，现在要来庆祝伊的降生。今仔日牧师甲咱分一个短短的主题，叫做对圣婴到新生命。对这个圣婴，这个世界的出世，咱众人要得到新的活命。咱要甲兄弟大家三个勉励，也要甲这个新朋友、新受洗的兄弟来勉励吼。咱拄则咱的书会吼，咱的系统顶头有读2段非常出名的圣经节，这是咱教会圣经内底吼常常咧读的。所以咱会当知影讲，这个咧记载什么呢？记载讲，上帝将一个世囝，伊的独生囝，对天顶赏赐来，予咱世界，予咱世间人，因为伊的降生，咱通得到祝福，咱能得到救恩，咱通得到新的生命。今仔日咱要举行圣餐，咱有为30几位的兄弟来洗礼，拢是咧见证这个婴仔伫2000年前，圣婴孩降生伫地面上。这个上帝的囝吼，出世伫世间，毋是一般咱普通人吼，咱地面上的人吼，毋知几千年，一代过一代，伊是特别对在色女出世，伊无罪，伊是上帝独生的囝，伊是三位一体的上帝的圣囝上帝。所以因的降生是世界独一无二的，而且呢，伊毋是偶然讲，突然间上帝想到上帝心血来潮，讲来哦，来世间，毋是，伊从早都准备好。首先呢，伫耶稣出世，咱知影讲今年是2018年嘛，一般咱用2018年纪念耶稣已经出世2018年啊。伫2018年，搁较早，事实都已经有咧讲这个代志啊，毋是突然间发生的。这有啥物见证呢？有这个预言甲见证圣婴降生的经文。伫咱有读过圣经，你知影这经节拢伫差不多耶稣出世几啊百年前啊，几啊百年哦，毋是几啊个月，也是几年哦，是几啊百年以前，就咧讲有一个婴仔要出世。所以这个神奇，这个奇妙就是伫遮。比如讲，头一位以赛亚书7章14节，因为要互咱填这个周报的这个空格啦吼，所以这个经节是用和合本中文版的吼。我来读台语的意思，伊讲，因为安尼，主家己要互恁一个调头哦，要一个调头。要有在色女怀孕生囝，要甲伊起号名叫做以马内利，意思是上帝甲咱同在。这是几啊百年前耶稣出世，几啊百年前就记载讲，要互一个调头互你。调头什么？讲有一个在色女，就是一个童女，伊要生囝。这是世间超过世间人的知识。超过世间人的生理知识，为着要见证伊的救恩，因为是无罪的身躯出世的，讲要甲伊号名叫做以马内利。咱祝的兄弟讲，祝你以马内利哦，意思就是讲上帝跟你同在。第二位经节，以赛亚嘛是讲说以赛亚书这个先知预言的9章6节讲，因为有一个婴仔为咱出世，有一个囝要赏赐予咱。政权要担伫伊的肩胛头顶，伊的名称是奇妙的测试，全能的上帝，永在的爸，
和平的君。啊，讲有一个婴仔呢，伊要赐予咱世间人哦，啊，所有伊的权力，所有一切世间的能力，拢伫伊的手头。啊，所以咱用人的角度来称呼，讲有奇妙的测试、全能的上帝，永在会被和平的君就对啦吼。啊，直到耶稣出世的时阵，又搁伫当场，伫迄个众人拢唔知影即个代志的时阵，搁有天使来报佳音，有天使吼来甲人讲有一个婴仔出世的消息。伫即个路加福音第2章10节到12节讲，迄个天使对因讲：唔免惊，我报恁大欢喜的信息，是关系伫万民的。讲大欢喜，啊，阁是关系万民的。啊，今仔日伫大庇的城，为恁生一个救主，就是主基督。恁要看见一个婴仔，用布包的，倒伫马槽，这就是记号。伫几啊百年前，即个以赛亚先知讲，要互恁一个兆头，要有一个婴仔出世，伊要负担国政，啊，要管理万物，啊，然后伫耶稣出世，伫迄个叫做伯利恒的所在，迄阵逐个人也无人知影讲有一个囡仔出世，啊，即个囡仔出世也无人感觉讲有啥物特别啊，都婴仔吼，啊，出世可能是妈妈好安尼尔咧，也毋过天使上帝天使先来报出消息。讲有一个婴仔出世，而且吼是降生伫即大庇的城，就是叫做伯利恒啦吼。因为大庇的故乡就是伯利恒啊吼。啊讲，这就是基督。啊，你咪看到一个婴仔倒伫马槽，哇！而且记载吼拢前后连贯哦，前后拢有一个逻辑伫咧哦吼。啊，搁后来有约翰一书咧记载。讲当这个婴仔出世，这个圣婴孩降生，到底有为着什么目的？约翰一书4章9节讲，上帝赐伊的独生囝，注意哦，是独生囝，吼无第二个，吼，敢若一个独生囝，到世间，互咱照着伊得到生命，咱照伊得到生命。上帝疼咱的心，就伫这个所在显明啊！疼咱的心，伊甲上至宝贵的独生囝来享受互咱啊，啊，互咱得到活命，所以用这个来证明伊疼咱。所以今仔日咱第一场的礼拜有这个兄弟，啊，佮有细囝要受洗，这个经节就是咧印证讲，是安怎你要来信耶稣，是安怎要得到这个恩典，是迄个独一无二的主耶稣，这个圣婴孩来到咱中间。啊，有个人毋捌你啊，但是天使就甲咱报，听到迄个消息，看重视，感觉讲啊，这就是阮咧其他的，我要得到救，我要得到新的生命，我要得到平安，我要得到祝福。啊，上帝要甲咱三结连，啊，我要得到。咱今仔日兄弟，你等下要誓约，吼，牧师问你的时，啊，你应答的时阵，这就是一个证明。主，甲你伫地，你要亲像这个圣经节，咱接受伊上帝独生囝，咱要得到新的生命，啊，表示上帝疼咱吼。啊，所以咱也通对这的事是安怎，咱要庆祝圣诞节。啊，咱伫圣诞节进前，招咱兄弟姊妹来受洗，吼，拢有伊个真要紧的意思伫咧。咱拄则有读两位的圣经节吼，咱即节。真出名的圣经节，就是约翰福音3章16节。这个圣经节呢，互人称呼伊是叫做圣经中的圣经啦，吼。咱圣经一本贴大本，啊，内底这节就让代表上帝甲咱世间人的关系，吼。啊，所以伊记载上帝疼世间人，拯救世间人的迄个属天的奥妙。啊，既然是属天的奥妙，就表示讲一般的人无一定会理解哦。吼，啊！你有迄个智慧，你有迄个恩典，吼，啊！你有这个祝福，才得得到呢。咱伫昨昏有听见足侪位诶，咱遮诶新朋友啊，伊要受洗，啊，咱请伊介绍。阮若位拢讲吼，我有诶是少年诶时阵，有诶是足早诶时阵，都捌接触过啊呢。但是吼，啊，都
后这个主动，后迄个主动，后是出外有诶换所在，啊，就怎啊无机会佫继续啊咧？伫即边哇，有我诶朋友甲我招呼，吼，啊是有人甲我鼓励，我诶同事，啊是我诶即个隔壁厝边，啊甲我招，甲我讲解，啊我诶心怎感动起来呢？嘛有人讲吼，我入来到教会吼，啊原来是朋友招我来，我就当做是一个社交嘛吼，来教会，毋足奇怪咧，听着咱咧唱圣歌，听着咧唱这诗歌，目屎一直流袂停，讲这条诗歌受我烦恼惊吓，无奈一直流目屎咧，原来毋是，是上帝伊降生祝福的好消息，这个救恩临到你啊，互你好像转来到所听的父母的面头前，咱讲禁不住的感动，所以流目屎。我会记得咱顶一逝洗礼的时阵，有一个姊妹安尼做见证，伊都从来毋捌入来去教会伊较早吼嘛拜足厉害呢，去庙呢去倒位安尼拢接触，但是伊头一摆行入来咱教会，当咱唱敬拜赞美的时阵，当圣神教的时阵，哇，目屎亲像水道头关无安一直灌，一直流。这毋是人的亏力，这是上帝听你的记号。所以这个圣经记载这个经节，咱看起这个圣经节，足侪人拢会晓背讲上帝连伊独生的囝，拢赐予世间，要互逐个信伊的人免别无，反正得到永远的活命。伊遮尔听世间，讲伊独生的囝，赐予世间，互信的人无灭无会当得到永远是长久的毋是暂时的伊遐尔听世间，这则圣经节是圣经中的圣经，足侪人头一节在背的经节就是这节所以咱每一年呢，咱全世界拢伫圣诞节期在快乐，在庆祝耶稣的降生，而且呢，咱足爱甲这个好消息像顶礼拜咱的廖牧师讲，好东西要跟好朋友分享，这遐尔好的这个信息，佫是免费的我乃无保护我的好朋友咧所以将好消息分享给咱的朋友、咱的亲人、咱的隔壁厝边是安怎呢？因为耶稣的降生是上帝听世间人永远的表现毋是一摆两摆，毋是临时的。你看，伫几百年前就安尼宣告，就安尼预言，然后耶稣伫2000多年前出世，然后伊甲救恩传予世间人，一代过一代，一年过一年，对祖先到现在，拢一直咧传播这个救恩。这个救恩也无落差，也无生鲜，也无减少，是永远伫咧。这只有上帝才做会到。咱感谢主，咱遐日子话有诶较早，有诶今仔日，拢做伙领受这个祝福，因为伊才做救主。上帝听世间人诶表现，就是伊道成肉体。什么叫做道成肉体？这个术语可能临时听无啦意思就是，原来上帝伫天顶，伊是神伊是神伫天顶，伊官兵拢伊掌管但是为着要互咱世间人捌伊啦，要互咱世间人知影讲上帝是安怎听我。耶稣亲自来到世间，用咱人的面样式我们人类的一个外形来出世，然后伫世间33年，甲上帝的福音、上帝的祝福传予人。咱今仔日才会当得到所以若信伊就得到，因为耶稣讲：恁若信，就要得到救。我是道路，是真理，是活命。这拢是伫伊身上来成就就对了所以主耶稣伊是独生的囝因为伊的出世就带来互咱新的生命的盼望。我昨昏嘛听到咱这个新朋友伊已经得到这个道理已经有基本的了解伊讲我明仔载就是一个新的人我是一个新创造的人所以咱基督徒真重视咱基督徒有2个生日，一个是肉体妈妈生咱的生日，一个是伫
对圣神受高抹顶头生的生日，就是你受洗迄日。咱的老伙友，你敢会记得你是几年迄个属灵的生日嘞？吼，爱甲记起来哦，吼。啊，若袂记啊，赶紧写到圣经啊、圣诗顶悬哦。因这是你第2个属灵的生日，吼。啊，咱大家足重视。像今仔日啊，欢迎有34位，因为有1、2位吼啊，身躯无啥爽快，所以今日无来。啊，咱2场礼拜，啊有30几位兄弟甲细囝，咱真欢迎恁，因为恁认捌相信主耶稣，愿意承认伊做救主，啊，就是接受用洗礼来表示。像遐侪礼式要用洗礼呢？因为耶稣伫当时，吼，耶稣伫世间的时阵，伊嘛是用洗礼来证明伊甲上帝的结连。啊，所以咱用这个方式来证明上帝甲咱的关系。啊，所以咱用欢喜的心来领受这个全新的祝福，啊，全新的生命。所以呢，咱另外有读第2段圣经节，哥林多后书5章17节安尼讲，讲若有人伫基督，伊就是新创造的人。注意哦，伫基督，基督就是耶稣。咱若伫相信伊、接受伊，咱若归属伊，咱就是新创造的人。旧的代志已经过去，拢要变成新的。啊，这事拢是较讲咱的心灵来讲的，讲咧咱的生命来讲的，对咱人生的态度甲观念完全要受改变。你有主耶稣，你就无阁为着较早咱接触遐的神明，接触遐的偶像，接触遐世间的侪的搅扰，咱的心的烦恼会看路会惊吓。好亲像这世间什么黑暗的势力会甲你搅扰，你靠耶稣就一切得到平安。你较早有真多的重担，有烦恼，有忧闷，有侪的苦痛，咱甲主讲，主啊，请你替我担，我要靠你，我要心要得到平安，我要转我的念头啊，我要得到一个新创造的生命。这是甲主一个属灵的关系。咱真感谢主，今仔日咱做伙要用洗礼甲圣餐来见证这个美好的救恩。这美好的救恩，就是有智慧的人、有福气的人、有恩典的人才得得到。啊，若无吼，咱伫身躯边甲讲1档10档，伊都无感觉。啊，恁有感动，这就表示上帝听你的记号。愿上帝亲自甲咱三甲地地。